他们都想来看看女将军。既说至此，神让他们看上一看。啦，我让女中婴儿为你一生，岂能让这些万夫所之鬼魂？让你接驾去吧，接驾去吧。众位大人，请。无香啊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哎，秦氏别鬼，你们看，再到上去吧。我看，相公，多快点，姐看。好，你秦氏挑一位带子，我们管他追上去。哎，相公叫你挑啊，挑进来。我天，非见即灭啊！不见，却给你见。金面难见，难见金面。这。请问两位？这样你脑袋看什么呀？看女将军呀！看女将军，女将军是谁呀？女将军是谁呀？老八啊，老汉倒是两字一儿啦。你来老丈相告。好，快讲啊！这位女将军名叫刘金亭，她的父亲刘天华海口作乱去出征，谁知那海口真骁勇，反把官兵来围困。刘金亭得到信，马上领兵去救营，不但救了刘天华，还把那海口一扫平。今日办事为朝来，惊动了满城的老百姓，都想看看女将军，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老爸，这样一个人啊，这位女将军啊，我还有看见过。大明嘉靖皇帝为御美秦国公子刘金亭。女将
以出征是在东岳庙求人保佑，曾许下宏愿，今得胜归来，特献本月15谢神了愿。好啊！好下辈好这就从今天起，请假3天，了月自在，停日一朝。凡龙井之处，不能居民承等，一律不准偷看女人。哎呀，不管你啊，我去嘛。是有故为你老在我去扫我复派从军。年轻人风光，年轻在理在。尊光在啊！算了，哎，不吃饭要死哦，这看姨妹娘娘又不为师傅，还是做我生意去。还是报生之气。我把门当还没下你可走姨妹娘娘看不到，还是回家看自己妹妹去。今天就快不得了，真是少有的奇事啊！建国英雄与将军，从古到今有几人？排舞从军花木兰，修尊沙场12层。穆桂英大破铁门城，百年挂帅有吹贼，两月来过太久的万古千秋为民，想不到我朝中有才刘金的平克旧部好本领，好本领，好为民，待人其名非奸人，为其名非奸人，现在古人切不累，我朝拆了女将军，为什么也是闻名难见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？为什么偏偏不准人家看呢？我想啊，这位玉梅娘娘一定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所以啊，才不让大家看你。我猜这位玉梅娘娘一定是不会好看的。为啥？要是玉梅娘娘生得像天仙美女一样，皇帝也是爱面子的呀，一定要让大家来看喽。我猜这位玉梅娘娘啊，不是麻子就是黑子，不是歪嘴巴就是塌鼻子。皇帝为了爱面子嘛，所以不让大家看呀。我看不是的，一定是十分好看，十分难看，好看难看，好看难看，难看。相公，到了年宵那天，你带我们去看嘛？去看？你想还相公杀头啊？杀头？杀我们相公的头？我们相公是吴部长，是封为上的儿子，谁管过我们相公的一根汗毛？
说的文昌阁隔壁吗？是啊。有没有什么沟通？门是没有有，有了。小哥，文昌阁的后花园有一个圆洞，可以进去吗？我请大少同你专进专出，到哪里头去玩的？啊，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！好啊！人人多是不能看，我偏要去看，看这女将军。请四位贵，他载我为文昌阁去吧。
放下去，斩了，斩了！哎呀娘呀，小妹冤枉啊！你怎么回？是，你躲在神台底下推困人家，难道就斩你不得？哎呀娘娘，小妹并非来推困娘娘的，外王娘娘大不是悲伤，我一命有娘娘夫人秘密，只身门呐。满口无言啊，小妹并非无言，我实在是吓昏了呀！既然不是人来推困人家，为何要躲在神台之下？请娘娘息怒，用小命讲来。讲。哦，是。小命本是乡下人，谁把你乡下人成一人？听他讲下去。是啊，这位姐姐说的对呀，我要慢慢的从上面讲下去啊。讲。是。小命本是乡下人，家是哪里？家子在哈大门外，哈里糊涂，哈大桥毛，哈大村。什么哈里哈大？他说是在哈大门外，哈大村，新人名嘴。小名名叫张小人，紫金上里去不清啊。谁问你生死？只为老娘在丛里，那该去请医生困啊！我一人请一人，服了药病不轻，分清得东岳大帝是邻人，故而我赶进城，求人保佑我娘亲。恰女娘娘奉驾到，我要出门已不能接待我心担惊。没奈何在神台之下犯长生。三天之内早已忘光光光，难道你以为不知？风铃子一趴虎哎呀娘呀，只因小命家道平安，从小从未读过书啊。你的耳朵也聋了吗？这分明是个玉头光棍，一名巧也当上，放出去看了。哎呀，娘娘啊，杀了小命我要紧，可怜我有83岁老娘亲，白发苍苍领大上，苦苦伶仃无人之梦好伤心。我娘杀知我身亡，定然是迎上嘉宾，喜上加丧，后上江月苦草自给，又是无身体送命，万王娘娘应是对娘我老娘在问继承张小儿，过年你老母贫中夫人之梦，受少你不死。张小儿，快快回去吧。哦，是。呀，哎呀，你这个不识时务的张小儿，娘娘好生知道放你回去，为我去而复回。娘娘有所不知，外面御林军密布，小妹出去真是难保命啊！乔丽，吩咐御林军让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事。外面御林军听着，娘娘有令放张小儿出去，不得阻拦。是。张小儿，快快回去吧。是。哎呀，我还是没有看到娘娘啊！这。
尽管去而何妨？娘娘不在，小妹为人恳切大恩。要是回得家去，我娘问起情有定要责骂于我。娘娘不是你，为什么不谢谢大恩？这样岂非杀得老娘气恼一场，与贫不离？我小命再要回来，不请娘娘不赞之恩。倒是一个自尽他理的小子。可惜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百年富贵罢了。张小儿，这些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岁岁平安。去吧。张小儿，三谢娘娘不在之恩，愿娘娘什么？愿娘娘诚心实意啊。人好大的胆啊！万岁十宝，月就是听听闻，不是家儿母亲恩用。不可那满朝两班定无关，不管原来从政，左右丞相落不公卿，那一不觉得我刘万王，时时深得君王宠。哦，是本来要安息会，红客留下，众位大人不介意吧？是。请可见
去。你是吧？真是多此一举。我心早有自伤在脚步前，把情配，是非身上情为美，写一个坟中长远福中归。娘娘为父，姐家，姐家啊！这家来自娘娘赐催，弟弟不必如此。用人无忌，岂可比起？姐家娘娘，禀分，女儿见过弟弟。罢了罢了。恭喜女儿，恭喜女儿！女儿喜从何来？那真是天大的喜事！万岁年儿平凡有功，就在今日早早请示上列宝贝。果然好一代宝贝。万岁爷道，但得名称先赐驸马。这上列宝贝就是顶品之人。今日四更起身，我妙景香，这是在回路上辛苦了。王爷，娘娘去你想，等到早一号回来了，偏偏在庙中见到了。庙中见到了什么？见到了什么？神杯底下多杀一声。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！此人是男的，是女的？是男的。年老的，是年轻的？年轻的。他可曾见到你？见到的。你可曾见到他？当然见到的了。家园，再把此人拿来千刀万剐，万剐千刀。弟弟，女儿把他放走了。这是为什么？弟弟用兵，他是一个乡下人。乡下人难道宰他不得？弟弟，只为老娘孙从兵，情义不扬，幸福呀，得到庙中去生生。他是一个小道子，我儿误造了他的名。这是你的不是了。什么是女儿的岂不为王法难用，不法难操？你就不该轻易的把他放了啊！似乎到庄人小子真正得了金子，总算5万的条也该宽赦3分。万岁御笔定力量，张天皇榜闻名响，出外王法17天，问他孝道不孝道？弟弟，你是王公女美，贵妃儿，怎能够轻易接人借用吗？倘若沸沸扬扬传出去，把王家正业一摊泡，儿的脸上撒光彩，为母也要来生孝。原来弟弟为了这些，这不是为了为母，为母是为了你哟。
前甚宽心，非是为母多劳他，女儿做事太随心。巧妹玉妹，在岳母为伴去吧。是娘娘。玉妹，那个年轻乡民姓什名谁？神已经放罪了，王爷在问他做什么？他叫张小儿。家住哪里？是的什么？哈里哈达。什么哈里哈达？是的什么？哈达门外哈里糊涂，哈达城。什么哈哈哈？哈达门外哈里糊涂，哈达城。哎，知道了，下去。是。加油！快，明日带40名教尉去到哈达门外哈里糊涂。糊里糊涂。哎，哈达城把刁民张小儿抓来见我。是。张小儿啊，张小儿，你把老夫搞得糊里糊涂，老夫就叫你死得糊里糊涂。你们安息去吧。是。乔弟弟，娘娘还在生气。是呀，谁叫你说话总不留神？我想这种事情讲又何妨？谁知王爷他会这样大惊小怪，把娘娘埋怨了一顿。我说你呀，老脾气总是不改，肚子里知道了一些，非要讲出来才痛快。有呀，要改改啦。也再也不管多开口了。哎呀，你们还在这里讲些什么？娘娘，刚才督着我讲了不好。哪个管你嘞？快起来吧。多谢娘娘，我知道娘娘不会怪我的。娘娘，这桩事情都要换那个
什么？你们下去吧。是，长莲姐。怎把我救到了？我又何必为他杀鸡呀？他是本城下城，为娘去身大庙内。听他先父本地，分明是异乡卡的来。再看他粉面红唇，复合起浑身各种断颠退，几次应同分呀，难把他的真相对。谁信他是个中天汉，谁信他为娘去生来，分明是那家一所生。老婆。
关心看在我。必定是有用意，貌似四子半他担一轮儿，四上上，四子半高。
亲。病了，女儿没有病。你看，见你永夜交涉，生死黄昏，真是无比。王爷，郭医生来了。叫他上来。女儿没有病。兰又要生病了，月饼真命不可，看一看啊！王爷千岁。怎么替老夫儿去买来了？娘娘千岁有病。哦，是娘娘千岁有病。是此，得小人替娘娘千岁去嘛。要玩姐姐。我这里有红罗两线，请你系在娘娘千岁丰收的马身上，祝红月落。祝红月落啊！知道。啊，先生，你替娘娘千岁看病，可要谨慎仔细呀。请王爷千岁放心，秀色是与娘娘千岁看病，就是替平民百姓看病嘛。小姨也当绞尽脑汁，费尽心血，哪怕是粉身碎骨，也当为病人出力哦。娘娘千岁的病源，你要推敲得正，可不能乱下定论哦。不效王爷千岁吩咐，小姨有此师兄，是什么？是三思而已。是三思而定。吾是今日良言，至今铭记在心。今日小姨在你王爷面前夸口，不管大病小病重病轻病，我是你乃是真。哎呀，先生你太啰嗦了，他可小丽，我没有病。娘娘，有病无病，让医生看一看嘛，就知道了。看一看啊！
先生，请按马吧。温医生，娘娘到底什么病？此病是下非下，是惊非惊啊！娘娘千岁，马飞仙妇！哎呀，请把孩子，请把孩子，弟弟。不对，刚才听先生一道。是我儿之病，是下非下，是惊非惊。此刻见女儿一为儿生气，一为儿发笑，莫非真给得了风鸣了？一定被神官底下那个张小儿吓了一下，吓完了啊！进宫奏明圣上，宋王爷，王爷，罢了哦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一会儿闹，一会儿笑，什么是下非下，是惊非惊？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难了你呀，分别混成陆小姐，难了你去过大位混一生。
来庙里呀怪村长没人陪，来庙里范中风流英雄心，来了你几番为妻转心意，来庙里一片铁头玲珑心。更有一点来了迟，我不睬你呀，烈烈是因才过世。我真是发了疯了！妹妹们，这生意是划得上去哦。啊，娘娘，小姐，你可知我在相思之苦？自从那日结亲会，现在又是爱上秋。
像你这样貌似花才是秀，做什么愚昧风什么恰不是害了你哭恰了我，再开关相思最彩头。尽效果。玉梅娘娘，你要死了！你说什么？玉梅娘娘要死了！哎，相公，玉梅娘娘我们遇死啊！玉梅娘娘我们遇死你！真的没有死啊？哎呀，不过病得很烈啊！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呀？外面有王邦报挂。王邦怎么写？老王我是背不出的，不过人家讲的，我倒还记得一些。好，人家讲些什么？快告诉我。相公，玉梅娘娘出来烧香，当年得病舞到学堂，可有情谊啊！关于快明是难开牙房，为什么？方才想到有个团，被你相公也趁我预防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三宝玉梅病得一样是风之巅，甚至特长，非邪非禁，难有药方，直到王爷行无之上，立刻进宫追命天王，早已宽平王子挂榜。相公，我也赏你，送什么？夸号凭证，东国光王，不用为国，黄金千两。相公，万一呢？外加一条特别重要，年龄相仿，早为东厂。年龄相仿，早为东厂。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！挂的王榜，岂会说谎？冯家军啊，冯家军，要是你与你情谊能通一道，那有多好！哎，那玉梅娘娘的病生得好乖呀！啊？相公可温馨读书了，哎，我看玉梅娘娘万死了的好，那怎么好让他死呢？那怎么好让他死呢？
下皮娘，哪里有哪里糊涂，他把吹。竟不知这小子在何方？王爷，这帮人来了！这帮人来了！爸爸有情，爸爸有情，有请这帮人。王爷在上，小爷有礼。先生少礼，一望清楚。有王爷在此，哪有小爷的所谓？先生为娘娘看病而来，哪有不说之理？谢王爷，小爷方事告诉。请问先生正姓大名？范生姓许，曹氏君家。许君家，许医生。请问先生是哪一位名医所传？小爷是家中，我也是第九代了。第九代了。听先生的口音，不像是本地之人。小爷乃是他乡迎敌而来。范生本是一家儿，就得迎敌尽黎明。自就是蓬莱雷公压星宫，长啸神龙奔草径，内外日午可可为，珍珠开路样样精。四方荣耀心意里，文山高台安平静，愿为数年把兵为臣，明年里，虽是万岁夸分，关于华东比本领昨日来到京都里，分听得玉梅娘娘评国情，今日我他带来接帮，愿为王爷要先生不愧是一位圣人君子，是能考得我儿评语，帮你才朝为国。王爷，小爷是为求国而来呀。为何而来？那，请小爷一点体力，能使玉梅娘娘奉体早日痊愈，我愿已遂了。哎呀，先生清高得很，别就替先生接风。且慢，王爷，这酒人可言，别可不能误啊！哎呀！先生不愧是九代祖宗的名医家呐！这是在生同日，我来见过王爷。见过王爷。罢了，待先生同日去永不酒外，巧了。见过王爷。这位许医生是九代祖宗的名医生，上前见过。见过许先生。这位姐姐罢了。巧了，并告娘娘知道，立刻为先生同上公楼。是。先生，请。王爷同去。理当奉陪，理当奉陪啊！是有了，王爷。先生，请呐！
已是城市黄昏，心不宁，梦中常唤张小孩。我看你终有原因，若不是在庙内见了他，心有所思难出声。王爷，稍等片刻，待小爷特下写旨。先生特写之人，王爷千岁有病，娘娘千岁有病，奉天庭存虚上，春熙登楼，脚步沉重，定要心痛乱发。惊动娘娘的奉天惊动马跳，休要失常。这样一来就难争夺娘娘千岁的评理了。哎呀，先生真是细心之人，这是特写而因，与我先生斟酌本来不安呐。为了娘娘千岁，何须唏嘘小事啊？请。王爷吃吗？又有何事？王爷有先见之明，何用小爷讲的呀？这老夫一时倒想不起来，先生明讲。恐冒犯王爷。讲。小爷告罪，王爷桌上穿的高须吗？你要老夫特许。恐冒犯王爷呀。不妨，加油！来，特下须子。王爷。哎呀，老夫特下须子，不为应走了。这个小爷也知啊，这是要是趁虚登人呢。哎呀，这。是啊。哎呀，先生我看你还是一人登楼，本来在前厅设宴时候。小爷遵命。请。王爷，这是的吗？哎呀，这有什么事？哎呀，还是请王爷同去的好。先生，请王爷同去的好。请王爷同去的好。请王爷同去的好。宋王爷。为了掀开刘外王，一见面子也平常，长襟头冠把儿官唱，大扎大日把功楼上。什么事？未必娘娘始终挂了赵一宝，一连数天未有医生前来接访。今天来了一位徐先生，岂不是一件大喜事？巧莲，我没有病。娘娘，刚才王爷要我禀报于你，是他最可被徐先生上楼来了。又来了，迎接王爷。乔丽姐。乔丽姐，王爷特了须子不会走路，故了他命我一人来的呀。徐先生，你为何要特写登楼？乔丽姐有所不知，春歇登楼脚步沉重，
定要正统礼拜，敬重娘娘的风气，马跳就要设场，这样一来就难争对娘娘前世的评理了。故而我要特写定礼呀。许先生果然与众不同，先生稍待，带我去禀报娘娘。娘娘，王爷他没有上来，许先生一个人来了。此事正好，那你快叫医生下去吧。娘娘，许先生乃是接了王帮奉了王爷之命来的，怎能不让困病？谁叫他下去呢？我没有病，困些什么？啊，娘娘三十无病，我看你近来神思恍惚，心神不安，如果拖延下去，怎会不成大病？我看还是请许先生看一看吧。啊，看一看，看一看。瞧得起。许先生，哎，请。哦，买。拿来。什么？红绿线啊？什么红绿线啊？哎呀，你这个做医生的里，这一点都不懂吗？倒要请教。两根丝线落雨红，银线爱马断吉凶。你是九代家传名医生，难道是这牵线爱马都不懂？这牵线爱马是哪一个想出来的呀？牵线爱马是宫廷用，官家医生个个懂。四大内堂与神贵，看病不用进堂中。你是乡间土医生，难怪自己不精通。瞧得起，这牵线爱马，来到许多名医的娘娘看病，都是牵线爱马吗？是呀，怪不得俺对娘娘之病了。此话怎讲？看你是个聪明人，难道此事为龙伯亲？小小两根红绿线，爱马真为爱得真，这都是容易妇人害贫家，难怪娘娘病不起。真的是骗人的吗？爱马真病啊！从马跳的强杀快慢来下断病情，必须要按得正，才能对症下药。如果稍有不正，岂非无碍平人？哦，牵线而马，其必不测，那风采系统啊，乐般精通啊，这样怎能端正其平啊？我们徐家是从来不有这无人之气呀、是吗？那九代相传，俱是平手而马，断平时辰，不能压到平时。对，许先生果然是个高明医生。没有一点小本领，还个前来接宝。瞧你这个，还是请娘娘平手而马的好。这可娘娘她不肯。你只要表明我的来意呀。切，坤平，我有什么来意呀？那来意真诚了。好，先生话没少谈，让我去试试看。好。娘娘，许先生说牵线爱马难以诊断病因，需要平手爱马替娘娘定的。你不知道这里是宫楼吗？娘娘，当年许先生与你坤平的来意真人，坤平还有什么真人不真人？娘娘，他比人家已有头，今夕今人大不同，穿鞋登绿家不从，比空楼般要正统。为了要是娘娘听他经传，特先出租轻轻走入寒瓜宫。娘娘，你是一个女英雄，真叫海口里打工，金银落
徐先生，请。啊。娘娘在上，小姨许进家为见，愿娘娘奉养早日见遇。徐先生，请两位马吧。哎。徐先生。徐先生，娘娘的奉养你有4、5天了吧？是的。娘娘时常头昏目眩吧？后中官少不官少，是不是自人自业，但又人力不透啊？徐先生，娘娘生的什么病啊？让小姨再熬一马。好吧，请。徐先生，娘娘到底生的什么病啊？据小姨看来啊，娘娘是貌如风纹啊。受来的风纹并未这么重吗？是要诊断旁的原因嘛？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是什么啊？怎么？我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？再烦老姐姐呀！这怎么使得你？你与娘娘爱嘛，我已经非常看着，这个我可不敢讲了。小姐呀，娘娘在病中，别人关乎存亡，你应该好好的相劝相劝才是啊。好，你外面稍等，让我再去试试看。好。娘娘，徐先生生我是什么病？毛瑞风啊，毛生风啊！娘娘，徐先生想要诊断旁的病因，需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。分明一塌糊涂下来，虚荣于我，不要考虑，不放下楼去。不妨让徐先生看上一看，或许能看出一点病因来。是。瞧你这，分明是来戏弄娘娘，快与我滚下楼去！好，瞧你这样，瞧你走吧，不要杀得娘娘生怒，你的性命不保。快瞧你这走吧。我是来娘娘看你的徐先生啊。此人好面柔呀，瞧你这。妹妹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方才这个徐先生，很早在东岳庙中见到的张小儿。我也一直在疑心，莫非这徐先生就是张小儿？对呀。现在娘娘走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清楚。走吧，走，快点去看看。才听得比喻讲，不与我心中插了花。庙中见的张小儿，似乎乡下田水郎，真为就是徐先生，真是世人难猜想。莫不是养父孔子mau来同，他二人也是生得一般样。莫不是张小儿与徐先生先儿都是应真相，交办乡民进庙中是今日，交办一生冬日长。本万事将我要亲眼一见，心才放。下联
徐先生啊，他走了啊，走不走远我还不知道。巧丽，哎，你快去啊，去叫王爷把他赶出府去。不什么呀，巧丽，哎呀，你与我去，巧事吧，娘娘，什么巧事啊？我是说不会有这样一个巧医生来看好我的病。巧也不巧，对徐先生与娘娘看过脸色吗？谁知道了？巧丽，我想光看脸色总是不雅吧？那么你叫他来做什么？娘娘，他是要看看你脸上的气色，你就让他看看脸好了。先让他来看吧。徐先生，娘娘命你进去看病。巧丽姐，要是娘娘在。哎呀，快走吧，走吧。娘娘，徐先生来了。哎呀。我要看看娘娘脸上的气色，为的是使娘娘能见我一面。使劲。徐先生，快去娘娘看病吧。好。徐先生，娘娘生的什么病啊？娘娘面色微红，此乃非日生活，别姓一路轻盈，必定心受虚惊啊！我家娘娘啊，一定是在东岳庙中被堵在神台底下的那个害人的张小儿，下了一下受了惊了。娘娘在百万军中长期不怕，难道会怕这个多余的张小儿？哎呀，二位姐姐呀，这叫做扶风不起浪啊！徐先生，这叫做富贵不生病啊！徐先生，快去娘娘看病吧。施救3人以至娘娘的病因，万事不能无下论断啊！为什么？须看娘娘脸上的神色，才能下断。看气色为断平静，看神色则神。娘娘，看神色更重于气色呀！无意见人。天之精神长于食欲，地之精神长于无果，神之精神长于双目。上言道：目中有人，神快神足。过后可知其真，不但能断定病因，还能使其病根，事不可稍不就难知其情了。这是徐先生，你来看吧。多谢娘娘。
石先生昆平。要是王爷他不容易，哎呦，娘娘，娘娘，哎呦，娘娘，你怎么了？秋丽，还要昆平。还要昆平，昆平，哦，你这样昆法的，这当晚是第一位昆到你，第二位啦，第二位啦，哦，对，哎呦！说一说，这花纸上面有多少花朵？
说花朵落单，不要不要，花朵身上愈压愈远。娘娘，你何必问我？我问你什么嘞？我不敢讲。是你讲嘞。多谢娘娘。皇爷生你与平时，我养你与心事，从此对你常留意，若明娘娘何所事？你梦中常唤张小儿，年年不忘牵心事，牵心事，哎呀牵心事，昨天传出喜急事，许先生与娘娘看生生，四目相对不义之。你是家，他是好，欢喜妈妈顺心事。我的实话对不对？盼望娘娘要宽恕。你是我的知心的语，是从来不瞒你，只为此事的小苦，因此我闷在心中从不提。事经你知，先明白，不管于是恨你。昨天来的许先生，是不是在庙中见到的？我看这位许先生绝必是个真名医，平时庙中见到的，痴心妄想到此地。今天他要上门来，你可问问他的心。只要问明他的心，我就可以定旨意。但愿婶婶保佑娘娘春心似玉呀，坐在花林路情为，真心真意上难猜。今日三子宫楼上，但愿能把你团结。许先生，又是你一个人上来？哎，是啊，我家王爷又是怕虚子整弄乱办吗？瞧得紧，娘娘今日平静是我。反而加重了。啊！哎呀，你到哪里去？我护法是等娘娘治病了。咦，许先生，你不是说已经知道娘娘的病源了，怎会无法使得娘娘治病呢？这哼，老实告诉你，要是看不好娘娘的病，今生休想下来。啊，进去。啥事？待我禀报娘娘。
娘娘在上，小姨拜见。许先生，禀身。如果他面上为见无凭用，坐在今朝他不懂。他又像张小儿，生一年老，先相同。他对我是不是有真心意？我定要团拆他口风。许先生，请坐。有娘娘在此，那有小姨的所谓。许先生，以我家娘娘肯定也有不淑之理，说吧说吧。谢娘娘告诉了。不知娘娘服药之后，可觉得轻松一些？许先生乃是神医，我家娘娘也不言而喻了。不言而喻了。请问娘娘千岁，今天你小姨上楼，不知有何吩咐啊？许先生，我有一事同问。娘娘请讲。许先生，你真心啊？呀，娘娘，许先生当然是心虚呀。你夫家何处？哈达门外，什么地方？哈里糊涂，哈达村。哈达村，哈达村啊！你祖上做甚的？祖上不来接你，我已是第九代了。祖上共有几人？家里共有6人，哪几个？弟弟、母亲、兄长、嫂嫂，还有小姨我。死了5个，还少一个呢？还有一个是谁？是妹妹呀。啊，娘娘千岁，你问小姨这样仔细之人呢？这个冤家为什么反对他们更难为答？听他话像真有相加，叫我怎样相信他？大胆张小儿，叫唤乡民，叫唤一声3分2之间来泄露于我，该当何罪？哎呀娘娘，小姨我真的是许先生啊！哎呀，这你不肯真正话，杀得我怒气发，我定要叫你。见下方。因我发怒要杀他，娘娘随我带我去问他。瞧你这救命啊！那么你到底是有头光棍，还是小民，还是医生？瞧你这呀，我不是有头小光棍，也不是乡下中年人，老老实实对你讲，实实在在我是风什么？我是风采不大，鱼鳞不麻，就得家族自有缺意，一点不假的许金家许先生。还是许先生？哼，他不肯讲理，他多讲这人看见。哎呀，瞧你这不是，你才是疯娃呀！娘娘，娘娘，
教育王爷，将他五花大绑锁在旧处，恰如大哥有见事中，所以战胜。好，来，瞧你，乔丽姐，我说这就是我娘娘的不是了。什么倒是哀家的不是？娘娘啊，万岁接帮来开明，是与奉养杀百姓，知道是今日来赴庆功宴，哪知晓娘娘打开了天门城，是这官恩早成，岂不是叫普天下的一家？真该再有个故事。谁叫你不讲真话？是呀，一位张小儿，一位许先生，怎么叫娘娘相信你呢？我就向娘娘才讲了，这样，我不姓许，那么你姓张？我也不姓张，不是旧的名义，也不是天山郎，实实在在我被媳妇。风吹不倒吧？不是啊，我弟弟名叫风来长，父上是破君王，岳声名叫风家驹。你为什么不顾生死到庙堂？本得娘娘为民光，又听说娘娘才貌是富商，我心好奇有一见，因此叫拜进庙堂。你进庙为的是心好奇，为什么又要搬衣来接帮？有什么不管讲啊？你赶上宫里赶进庙堂，这几句话都不敢讲了，快讲吧。是，娘娘啊，自从庙中见娘娘，终朝每日常思想。我将心事禀母亲，家珍青梅大府上。谁知王爷不允婚，说什么娘娘婚姻非情长，许请万岁做主上，找一个风无节日的长元郎。家珍愤听心气恼，反把岳声这一场，我从此负心多分章，一片思念千难忘。错在得知娘娘病，有份挂上早已帮，我心太恰口思量，娘娘之命深长。我岳太娘娘病根源，因此我大胆办以来接帮。有王公在此，请娘娘仔细的看。面听相帮，早为东堂。他那里把话一讲明，我也可以放宽心。
去吧，乔丽姐，哎，乔丽姐，你真是聪明一时，懵懂一时，快回去吧。乔丽姐，乔丽姐，哎呀，我岂是为此而来呀？去知晓，当日外山人见他，真是此报是月老，才人得此上脸边与他把手共家老，今日此报落我身，真是做梦也想不到。刘天华呀，刘天华，你不肯将女儿许配我封家金，如今的女儿已将双脸宝贝呈交于我，待我回家去禀告弟弟奏明万岁，马上红灯挂轿到你府上谢了领去。到那时牺牲了我封家金，希望你在老有啊！啊，娘娘千岁，我们同帮再见呐！封家军已经跟加倍生闯进宫内，戏弄玉媚娘娘，这外切掉，你与我上帝铁家去，好了。牛妹，何事惊慌？王爷把徐先生放出法上。
奴才已经报发上，我是乃杀父子关所幸，发上去恳求。这个老匹夫想必为他儿子救人来了，命他进阶。是，王爷有令，封来上进阶。不自当，只怪你病人不听教训，做出这种荒唐之事，真不想为母痛杀人也。弟弟，孩儿不孝，连累高堂，这才儿才不该在，还望弟弟设法救我。你苍井宫的西龙娘娘，你给问咱我有后救之忧啊！孩儿急报一禀，何为苍井宫人？你们谦虚两人，真是西龙娘娘。此话当真？娘娘岂是少年宝贝，引上孩儿兄弟，你的情况。小奴才，你的骚话不小哦！下官风来上，拜见王爷千岁。罢了，你来见本外。为了何事？啊，王爷千岁，这千不是万不是，只怪下官的不是，不给病人教子不念，从此有道。既然我得到法上与王爷千岁拜礼来了。素闻冯大人自家念经，教子有法。请问王爷千岁，不是我儿他生来何岁？苍井宫人西龙玉梅娘娘，该斩不该斩？哦，为了这样弥天大罪，你该问斩。对呀，请问王爷千岁，我儿他怎样闯进宫楼去的？就要王宝儿嘞。哦，他接连王宝乃是为娘娘叩面而去，真是他是西龙娘娘呢。既然我儿闯进宫楼西龙娘娘，那么娘娘为什么不将他定罪？反而审他之上言暴毙，这件事还是下官的教子无法，还是你王爷千岁的事，家不念呐。老匹夫，你尽管当众羞辱老夫，最外了得教尉们把他轰了出去，将东家军开刀正法。
谢家娘娘千岁。你快上殿见驾谢吧。千岁。谢家娘娘。请坐。哪里来发账之人哦？来君弟弟杀为封家公子。定在不杀。封家公子，你赞他不得。为何赞他不得？他是有功之人。功在哪里？他能医好女儿之病。他真为坤平。不为坤平，女儿真为监狱。他是假扮医生嘞。弟弟，你王邦之上可人泄命，杀敌淫逸之人，山东一道也不得前来揭发。鄙人泄密。弟弟似乎到此有恩将恩报，怎能恩将仇报？为何赞他不得？难道万岁爷爷赞他不得？弟弟，你王邦之上可人加上一条。加什么？弟弟，你来看。夜灵相逢，早来东撞。弟弟呀，万岁出自挂王榜，自得平有重赏，加上一条是你写，文人百姓去自家，四亲二宾离监狱，身家也自他去把，弟弟是明良人。得你家，儿与他已经定冤家。弟弟果真将他斩，岂不是叫儿的终身受苦？定在不杀。巧练有美啊！将封家公子与我放了。是我。弟弟，得人家点水门，当报用天，一元报得不应当。弟弟不真将他斩，儿与你上金殿，面见君王。大胆小姐胡乱言，胡乱言！你把为母当作什么人？弟弟。这是哪个为的当？弟弟，待我亲自来应应。三之下，就是三子下，万岁。奉天上元皇的诏曰，
刘天华所属封家金桥办一生苍劲功劳，西龙女妹千岁一事，现以皇族本应将谁？故年本家多年才将功所成，今故作此，将女妹终身配配与封家金为妻，接着万婚亲自结恩。亲家，请我。新人在今年晚会，你看圣上之意，贞观不中，教委们有送玉梅驸马，今年